国军加派超过3000人去花莲救灾，行政院政委桂连成也正做总协调官整合救灾机制，由军方的指挥官进驻7个钟头来调度救灾。菲律宾昨发生规模6.9的大地震，真侪建筑物拢放弃，目前已经至少有69个人死亡，150个人受伤，出现300多间的地震尾。美国政府新年度的预算卡关，因为这民主党主张爱补助医疗甲急症的共和党超的病，就安尼政府公部门无法度运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花莲马太安溪造大水，国军是加派超过3000个兵力去救灾。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日要去到花莲来看灾。另外，行政院政委桂连成当时来担任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来整合救灾机制，由军方的指挥官来进驻到7个钟头调度救灾，并且要伫咧中秋节进前将这6个阿梅隆重庆贺了。怪手无用咧乌落高仔梅，边仔山鸟共款无用安尼载来载去。花莲马太安溪崩山乌崩花，严重损断光复乡。到今继续敲找失踪的人，伫不做街有民众已经等9日，希望当找到失去联络的父母。跑去询问，跑去找，他有没有可以来帮忙的，也是真的都没有。对，今天看到这样开花，心里只是感慨，谢谢，真的谢谢大家。因父母输当时是去工寮顺菜园啊，煞拄着大水。即马拢去互6个阿梅淹去，民众也是希望会当找到人，甲因父母带转来。也若国军嘛动员官兵加入救灾的行动，守护家园。国防部长郭立雄找伊去花莲勘灾，有去一间人家厝关心清垃圾土的情形。这间厝的受灾户都是军官，大水来的时，带3个囡仔入去探水，水淹到阿妈滚。加在有经过迄个时阵，顺利得救。你站在床上面。对，我在我上面，然后小孩把他搬到衣柜上，对。官兵做伙甲掉伫土地的轿车塞出来，另外一边嘛去人家厝协助清垃圾土。光复乡灾区连日4个拢会当看到官兵，即届国军拢总有超过3000人投入救灾。除了国军，还佫有真侪志工甲爱心团体做伙来灾区斗3工。行政院政委桂连成轮到做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了后，宣布要调整救灾的机制，甲光复乡7个村划做7个责任区，由军方指挥官主导人力的调派。嘛头一届使用军方的用语来进行调度，希望要拼伫中秋进前会当完成人家厝甲车路清垃圾土这2大任务。这次来的志工有80%以上全部都是年轻人，把我们分配的志工带到我们的7个村的某一个村。看哪一个村最需要人力，我们送过去。未来规划会由军方伫咧车头用卡车来载志工，调派甲指挥志工去需要斗3工的所在，希望提升救灾管理的效率。这届大水甲马太安溪桥冲断去，外界关注便桥大的进度。目前施工的厂商已经甲暗管藏落，而且有乌甲原地溪补的深度。研判未来若是拄着大水的时阵，溪流的宽度甲深度有增加，会当互大水较紧通过。能够通的话，可以让我们走的话是最好。交通部表示，会伫15进前完成罗南甲上北方向的便桥，明年1月份进前完成更替便桥。也若主要桥的部分，伫115年年底完成单向的车道，116年的年底完成双向的车道。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间做大水的重灾区佛祖街，因为这个地势较低，有真侪家厝啊是规个拢淹甲无起，灾情真惨重。各界也咧质疑，这个所在其实已经无适合去住人。目前县府已经向中央咧争取，或者居民会使搬去大所在，而且经济要来迁窜。不过要迁去倒位，甲这土地所有权要安怎算，也该讨论。得算50块回的5年，也毋过原本1楼的平房，明显直接变做地下室。花莲光复乡东财区佛祖街继续搜救行动，也毋过大平村、大东村有89户因为地势较低，损断严重，县政府紧急向中央争取中介体，也研究迁村计划。有些地区它是属于地势过度低洼，即便未来这一个在相关的堤防修建后，可能民众还是会有疑虑。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会有规划所谓的中继跟这个长期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概念，也有挑选了几个备选的地点。优先第一阶段先掌握这89户门牌是不是都有涉及，它的总人数是多少？第三个，
它是急在人不在吗？所以我们要透过民政系统紧速掌握。目前第一步，政府有缘继续评估89号敢是有居住的可能，做落才下调中计体第期几个月按伫最后才规划社会主体也是青春等永久方案。也毋过敢是会当一地换地，土地所有权的争议有缘有待解决。说中继屋的话，也要看位置是在哪一个地方啊。当然是还要以生活便利性为主啊，没有打算迁村的那个想法啦。这个地方怎么迁村？土地都在这里，你说要叫我们搬进来？湾马塔安溪的徛街、农田拢互土刷水淹去，甚至有3个部环受损，出现长度2860公尺的大范围崩塌。水利署也加派人力机区打造管道大约3至5公尺的临时土地。这个礼拜六，10月4号，我们将会完成第一道的临时土堤3公尺的部分，让这一个基本的保护达成。那后续我们会持续的加高跟加强。目前土地施作用3岸保护继续推进，内站土地10百，中站太空堡冻水，外站土角防护，到10月初1，风线已经累计完成长度800公尺，大约27.9%。水利署也讲，要伫明年的大水期进前完成部环复建的工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关心东财区佛祖街，才有一间保安室，迄当阵已经是严甲村顶悬1/3啦。这是当地是重要的信仰中心，已经有149档的历史。今嘛透过各方的拍拼，是慢慢啊将这个土刷拢清出来。也毋过庙方估计，若是要完全整理甲好势，可能还阁需要1-2个月时间。怪手甲20-30位的志工，伫咧花莲保安室做志工，甲原本应该剩1/3的庙慢慢清出来。这大只的无法度入去，人敢嘛歹清，因为这该清嘛。所以爱个细只入去清，这个又是庙，这个庙啦，拢古迹啊。规间土刷有2米高，毋过对相片会当看到土刷无用过神尊，四卡摩尼佛天上圣庙关圣帝君，这个神尊拢好好，互信众感觉真神奇。当地居民也讲，保安室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给灵感，阮迄孙仔若伫外国，也是讲伫台北若来，拢一定去保安室。花莲江河乡的保安室，就伫即届上严重的受灾区佛祖街顶面。庙方讲，当初因为旱林去甲江河乡开垦生活，所以才会伫咧当地起庙。这间庙已经有149档的历史啊。虽然神明道顶一寡神尊阁好好，但是庙方讲，也是有一寡神尊去互大水冲去。咱的佛祖吼，新刻的有5尊，原来也有3尊到8尊，宝者12尊拢无去哦。唔啦咧，若要算差不多20尊啊。有3台环保局货车，搁放卡伫咧烂土内底。若伫咧这个所在咧，阿伯伊放弃几啊港的货车，伫咧今仔日总算找到啊。保安室现场的路工煤是真深，也有附近民众的车，互大水冲到庙埕。庙方讲，即届的损失真严重，若是要清理好势，恐惊就要1-2个月时间。记者陈阿选、柯敏哲、花莲报道。台美继续针对着关税伫咧谈判，针对最近美国商务部讲希望甲咱对半分配晶片的制作，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就强调要接受这款的条件，也讲会继续来谈判，争取降低税率，卖踏悬税率。美国对顶关税，台湾谈判团队继续争取更较好的条件。不过，最近美方提出这议题是晶片5分对半分。同时时间，现政府副院长郑丽君顶礼拜到美国进行第5轮实体协商，再个7月天美刚登来台湾，强调未答应。我想这是美方的想法哈，我方谈判团队从未做出晶片55分的承诺，请大家放心。那这一次我们也没有讨论这一项的议题啊，那我们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郑丽君讲，台美双方对供应链合作也继续伫协商，另外232条款调查的项目也继续增加。也讲，此行目的就是要争取调降这对顶关税税率，也有关税卖贴加起。不过去年台湾对美国顺差达到639亿美金，学者是分析，现在局面是进退两难。就是如果我们跟美国谈得不好，那我们对等关税还有232条款的半导体关税还是偏高的话，那这个对我们台湾的出口一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是接受也不是，不接受也不是。
另外，10月7日，大高大盘开红起270点，经过小可波动了后，收盘是25982点，电子股领起，台积电一度达到1350块，收盘是1325块。也毋过观察前一天有交易户数，敢若剩748800户，甲教师节连假进前来比较，减少415000户。市场观察的情绪是真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要开放台湾的往来进口，有真侪农民拢真期待。有农民就表示讲，咱的往来若是用船送去到美国，大约要3礼拜时间。只要用会当更较久的品种，克服保存期限的问题，这对咱的往来产业是真大的帮助。这啥物品种啊？金钻啊！甲一粒一粒往来对产地采收起来了后，就当送去清洗包装，准备出货。台湾往来去年的产量有358000外吨，高雄屏东生产就占超过4成，是台湾往来上大产地。因为台湾往来外销以日本为主，占外销量9成。另外，佫有香港、澳洲、加拿大等等。听到美国农业部要开放往来销去美国，种植面积上快屏东县，农民有欢喜，冇烦恼。日本很严格了。我们都可以过去啊，可是美国我们没有去尝试过，不晓得它的要点到哪里。那最主要也看了后续所谈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税率、我们的检疫条件，还有我们的航运的部分，是否我可以配合得上哈？往来上接拄到的病摊开，就是孤神甲牙。农民虽讲烦恼检疫的条件也被讲好，不过有外销日本的经验，问题无大。目前上届需要克服的都是运输的路程上久，因为台湾主要往来品种是大龙17号的金钻，保存期仅2礼拜，无适合外销美国。高雄往来龙张清泉就建议，会当换用这款新品种山野往来，保存期会当到3礼拜。伊就是用山野往来成功拍开加拿大的外销市场。加拿大运输差不多20天左右，甲咱美国的西部同款嘛，所以咱这个运输的时间，我感觉会当用品种来解决吼。农民讲，台湾往来有机会头摆外销美国，加一个这么大的市场，对因来讲当然是好消息。不过到底会当有偌好，爱看落尾外销介绍检疫条件安怎定才会知。记者柯家族柯兆阳高雄屏东采访报道。咱的镜头换来看菲律宾，昨菲律宾是发生规模6.9的大地震，真侪建筑物拢崩起，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9个人死亡，150个人受伤，而且伫当地是已经发生300多间的地震尾。好在目前是并无引发海啸的危机。为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伫雨刮那两个民众开始无着电。刷落来镜头就开始海，而且愈来愈激烈。民众向讲走到路中央围做火，猫狗仔也四过窜。现场是叽叽叫，电力难免有连灭无。这件规模6.9的大地震发生伫菲律宾中部的索布省，真央位伫索布北方的沿海城市，坡距东北方17公里的帕隆蓬附近，属于浅层地震。虽然太平洋海象警报中心表示无海象的威胁，也毋过真央附近几啊栋建筑传出倒去甲毁损，包括学校、公用甲商用建筑等。度假小店板塔沿的制作较长，未堪哩大地震，除了灯火灯气落伫涂骹，连厝顶的钟楼也拢坠落来，发生激烈声音。位伫所部的另外一座天主教堂灾害惨重，未少雕像摔伫涂骹，外观也拢破损。所部一间大卖中心受损严重，美食广场的人客每日夜早下面避难，同时用手机记录大地震来时的惊吓景象。这间2层楼的麦当劳是毁损严重，部分建物落落1楼，现场是怒苍苍。地震来时，一场惊悚活动的现场内边甲马道拢真惊吓。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追踪大地震了后的地震尾达到379摆。大批受伤的人送送去所部一间病院，因为一日一日伤济受伤的人，病院紧急伫外口广场设置临时治疗区，救援人员也陆续伫灾区发现罹难者的遗体。所部国际机场目前也维持营运，所部省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救援小组也陆续恢复电力加通讯。公司新闻刘秀芬编。来关心美国新年度的预算法案无通过，所以这政府公部门得爱关门。这是因为民主党主张得爱来补助医疗，甲执政的共和党超卖平，自然呢法案无通过，政府公部门就无预算通好来运作。所以除了执法单位、空中交通管制，也有边境安全等等这些职务，得爱欠薪水来运作以外，其他非必要的业务大约
80萬嘅員工攏總愛放無薪假，也包含要辦學生貸款、國家公園，甚至交通攏有可能受到影響。專家是預估講，一工有可能會損失到4億美金這麼多。這是自從2019年川普第一任期以來，美國讓這檔擱再出現政府關門嘅狀況。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5 and the nays are 45. The 60-vote threshold having not been achieved, the bill upon reconsideration is not passed. 經過7年，美國政府閣一屆停放，這是1981年以來美國政府第15屆停放。聯邦差不多80萬個封城的員工，強制休無薪假，甚至可能讓川普政府是頭路。美國政府每一年攏愛喺9月30之前通過後一個年度的預算，若是未付，就要通過延長撥款的法案。政府運作的支出來源才袂長去。不過今年共和黨甲民主黨喺參議主要卡關的，是人講奧巴馬健保的病假醫療法 ACA。民主黨要求喺個 ACA 內底，就要恢復對低收入戶家庭的補貼，納入延長撥款法案做回表決。不過共和黨主張醫療甲預算都要分開處理。最後兩黨在互相對決的情形之下，表決無通過，讓政府愛關門。We simply ask Democrats to extend existing funding levels to allow the Senate to continue the bipartisan appropriations work that we started. And Senate Democrats said no. Why? Because far-left interest groups and far-left Democrat members wanted a showdown with the president. Be millions of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next week in October sitting down and saying, how are we going to pay these damn bills? What do we have to cut to pay these bills? Or should we cut our health insurance or drop it altogether? It's estimated over 4 million people will. And why are those costs going up? Simply because the Republicans refuse to extend the ACA credits. 共和黨批評民主黨，安尼是甲預算綁票。民主黨嘛批評共和黨，安尼會造成美國上大醫療危機。總統川普佇咧前幾天就加入這場戰局，伊甚至還佫講要佇咧美國政府內底大量裁員。They want to give health care to illegal immigrants, which will destroy health care for everybody else in our country. 所落來，美國政府各種嘅運作，親像學貸、聯邦資助嘅學前教育、國家公園，甚至交通嘅運輸，攏有可能會受到影響。2018年至2019年，川普頂一個總統嘅任期嘅時陣，就捌有35天，歷史上政府停放上久嘅記錄。此當時，華府美國國家大廳，電滿滿無人來清理嘅糞掃人，就顯示這個亂象。現此時，參議兩黨對立已經真深，若無法度佇咧病假醫療法有共識，這個政府關門來要解套，恐驚是無遐爾簡單。公視新聞洪如梅編譯。歐洲國家捷克這禮拜準備要舉行國會大選，就目前嘅民調顯示，由捷克嘅前總理講是川普主義者嘅巴比斯，伊所傳領嘅政黨是以30%嘅支持率較佔贏面。因為現任嘅總理所傳領嘅執政聯盟，在民調支持率是排伫咧第2名。另外有調查也發現到講，即馬伫咧網絡影音平台 TikTok 頂懸有數百個假口座伫咧放送親羅西亞嘅內容，拍算是要來影響選舉。街路上，世界攏看到國會選舉的競選廣告。歐洲國家捷克的國會大選即要到咯，預計伫10月初3、初4就會投開票。最近民調顯示，由捷克前總理巴比斯率領 ANO 不安國民行動黨以30%的支持率領先。也來現任總理費亞拉所領導的執政聯盟特加勒支持率是20%。排喺第2，這讓部分的選民是感覺真煩惱。Politické situace tady v naší zemi, podobně jako na Slovensku, podobně jako v Maďarsku. Zprávy politiků, kteří se chystají uchopit, moc jsou jasný a je potřeba se tomu postavit a ukázat. 今年71歲巴比斯，捌伫2017年到2022年中間做過捷克總理，伫富比士雜誌排行榜內底是捷克嘅第7大候選人。伊家己講是川普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在競選中，伊推出的政見是降低能源價格、提高工資，並且減少企業稅。不過，伊在氣候政策、移民問題頂面，卻是甲歐盟的意見是相倒變的。加上伊甲匈牙利、斯洛伐克兩位總理關係真好，並且主張減少支援烏克蘭，讓選民煩惱伊對烏克蘭甲羅西亞問題的立場。To, co chci říct, je, že akutní ohrožení z Ruska je velmi vážný a že já jako
starý člověk jsem to zažila v 68., kdy najednou byly na ulici tanky, takže to si můžu úplně reálně představit, že ruská agrese může být hned. 另外，有一間媒體調查發現，有將近300個相關的網絡戶頭在 TikTok 嘅傳播親羅西亞內容，也喺幾秒內自動互相按讚，並且分享出去。有兩個國家行政機關嘅消息人士講，這影片受少數嘅網絡戶頭製作括號政治言論嘅影片，利用快速傳播引發大家注意，就出來影響選情。研究人員甲安全官員講，這種方式甲羅西亞組織網軍農場方法相款，已經提高後邊甲 TikTok 進行封鎖、三度科技嘅網絡戶頭。後續行動也交由社群平台決定。公視新聞，陳思東報道。來看尼泊爾最近是依照傳統，擱再選出一個2歲半查某囡仔做因的外女神庫瑪麗。這查某囡仔當得到真懸的地位，也互人奉侍甲好勢好勢，連雙腳都袂當磕到塗骹。因過因的生活是受到真濟限制，而且退位了後也面臨着生活可能無法度自理的問題。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數百名信徒客滿街路，遊行隊伍伴傳統音樂迎接新一代女神庫瑪麗的誕生。2歲半查某囡仔阿雅塔拉斯加為3名候選者中選出，已經正式得到冊封。आर्य तारा साकेत उसलाई हामीले चाहिँ छनौटका लागि सिफारिस गरेका थियौँ। त्यही अनुसार चाहिँ आज चाहिँ सिफारिस भएर यो आज यो पदस्थापन हुँदैछ।庫瑪麗被看作印度教女神，加來發現臨選定時嚴格，愛確認囡仔健康、皮膚外貌完美無欠點，也愛接受黑暗環境的勇氣測試。冊封了後，庫瑪麗就會帶佇寺廟供蓮的庫瑪麗之家，從此逃到外口無聯絡，雙腳袂當落地行。面袂當有表情，只有佇宗教節慶才會當出門繞境，接受信徒恭敬的主持，一直到政治青春期來初經，才會當寫進庫瑪麗回歸還人。庫瑪麗傳統起源於17世紀，融合宗教甲文化代表，後生的查某囡仔甲家庭得到真懸的社會地位。不過也因為剝奪查某囡仔的童年甲受教權受到批評。今嘛規則已經修正，庫瑪麗會當接受家教教導，退位了後也有教育甲生活津貼。不過無論重回正常社會生活，甚至結婚生囝，攏無簡單。今嘛尼泊爾社會對庫瑪麗的傳統永遠是真尊重，每一擺臨時冊封，攏是一項大代誌的焦點。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即馬 AI 人工智慧技術等咧發展，也或者農業出口大國荷蘭因的溫室政策更加提升。若是解決到這人力不足的問題，也會當降低無發現病蟲害幾率，所以大大來提升有機農作物的生產效率。無人機升空了後，佇溫室內底飛來飛去，經由所在這個攝影機來翕作物每工的變化，並且用人工智慧分析這資料，讓農民會使更加緊來掌握作物的情形，提高溫室栽培的生產效率。國土面積甲台灣差不多大的荷蘭，用先進的溫室農業生產的技術，長期是全球農產品出口大國。機器需要真濟能力甲經驗，將發到甲病蟲害檢查甲看出來工作，就是用人工智慧來代替。It helps a lot because we detect the diseases in a very early stage. So when you have detected it in an early stage, you can take an action and to remove the disease very early because before it spread out of the whole greenhouse. 人工智慧伫農業應用的市場規模有了會繼續來增懸。資料顯示，去年全球人工智慧農業市值大約是21億4千萬美金，其中歐洲市場就佔3成。有估未來6年的複合年均成長率會來到20%以上。這間荷蘭公司本來只想要甲房間內底網仔趕走，互人客口困的。不過，真拄好機會之下，進入溫室生產領域，經由人工智慧分析圖像，協助全球客戶用生物防治的方法，盡管效率來生產有機的農產品。This is our POT-C monitoring system. That system is keeping an eye on the airspace of the greenhouse in the night. So anything that flies through the view, we see, and we start to determine what insect are we looking at. 另外一間相關來自荷蘭的公司開發手機應用程式，讓農民會使家己翕規盤幼崽，再來經由人工智慧30秒快速分析幼崽的存活率，大幅降低機器用看的方式來判斷的生活率。Whether you have tomatoes or bell pepper or any other type, it helps you plan and determine the best detections and counts for your particular use case.
And in this case, it guarantees that your results are objective and are always consistent. 人工智慧的发展及应用越来越普及，也有助于未来园艺业提升生产效率。公司国际记者荷兰阿姆斯特丹报道。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咱们再讲一个时间再会。